今言今語歸正篇，耶和華所恨惡的3。箴言6章16至19節，耶和華所恨惡的有6樣，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7樣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謊的舌、流無辜人血的手、圖謀惡計的心、飛跑行惡的腳、吐謊言的假見證，並弟兄中布散紛爭的人。小朋友，今日我哋一齊嚟探討下神所憎惡嘅最尾3項。第一，飛跑行惡嘅腳。飛跑行惡嘅腳就係指有啲人呢，佢哋停唔住腳，經常作惡犯罪，佢哋唔聽勸告，完全失去良知添。箴言4章16節咁形容呢啲人啊，若果唔行惡，就不得睡覺噶，唔使人跌倒呢，睡臥都不安嘅。唉，求主憐憫啊！我哋嘅腳唔好企喺惡人同罪人嘅道路啊！求主幫助我哋啊！我哋嘅腳行喺神所賜公義嘅路，為主傳揚福音，見證神嘅榮耀。第二點，吐謊言嘅假見證，做假見證就係吐謊言噶啦，講一啲唔真實嘅話啦，而呢啲謊話係會害到無辜噶。凡係以任何唔真實嘅話，導致別人有損失，或者係使人陷喺佢並冇犯嘅罪名之中。又或者我哋將真實嘅事扭曲咗嚟到報道，又或係添加咗唔真實嘅資料等等，呢啲都係等於吐謊言、作假見證噶啦。箴言19章5節話：作假見證的必不免受罰，吐出謊言的終不能逃脫啊！我哋必須要謹慎自己所講嘅，以免遭到神嘅審判啊嘛。第3點，散布紛爭嘅人。雅各書3章16節話：喺何處有嫉妒紛爭，就喺何處有擾亂同各樣嘅壞事。小朋友，一個人嫉妒會引起紛爭，咁樣即係喺思想、信念、態度、行為上都係邪惡噶啦。散布紛爭嘅人嘅口舌係可以破壞好朋友、家庭、教會、社區甚至國家嘅安全噶。咁我哋點樣可以面對紛爭嘅事呢？第一，要學似耶穌彼此相愛。2，止息紛爭咯。3，遠離紛爭，做和平之子。4，謠言止於智者。我哋一齊祈禱啊！親愛天父，我哋知道你所憎惡嘅7樣，我哋或多或少都曾經有犯過噶，我哋願意悔改啊，而且警醒自己唔好再犯。求主聖靈幫助我哋可以手潔心清，口出恩言，蒙你嘅喜悅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